各位觀眾大家好，處經入世，處經你好啊。大家好啊！係，哇，處經好輕鬆喎。頭先我喺節目之前咧，處經同我講《道德經》，名可名非常名啊。咁同埋咧，有啲嘢咧就唔需要講，又唔需要做啦。啊，唔需要講就可以做。咁究竟係咩咧？哇，今日同大家講咧，我哋統一台灣。咁究竟呢件事係點咧？處經兄話：喂，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再去分析下，因為對以前嘅講法咧有少少修正嘅。咁啊，節目開始嘅時候，請大家訂閱大衛 Sir 嘅頻道，咁同埋處經看世界。咁7月5號咧，處經就會出場噶啦，咁大家一齊咧有一講座傾下偈。咁我喺6月12號嗰一日就翻到香港，喺李梓敬個活動同埋阿何君堯議員嘅活動，我哋 KOL 嘅同大家見面5週年咧就傾開。有好多網友就問我：哇，處經點解今日唔到啊？我話7月5號會見到佢噶啦。咁到時候再同大家傾下偈，吹下水。咁啊，節目開始，咁我哋就睇下處經兄對呢一個議題有咩睇法啦，係嘛？處經。好啊，咁啊，嗰個10月嗰個活動咧，就係啲專業嘅 KOL，咁我啲非專業人士就冇乜咁嘅咩名望去啦，因為我訂閱就好少得7千零嘅，咁佢個個大哥都十幾萬，咁我就入唔到圍嘅。咁但係咧就同我哋大衛 Sir 呢個頻道嘅朋友咧，咁或者我自己頻道啦，處經看世界頻道嘅網友有興趣咁啊，7月5號咧同大家分享下，咁啊唔可以講叫講座啦，或者一個叫做大家見面論壇，咁亦都可以。各位如果有啲乜嘢想我哋喺嗰日做主題嘅，都可以私信或者係留言俾我。咁我而家都未知講乜，咁啊到時可能先至再諗啦。因為畢竟呢個世界變化太大，每日都有變緊。咁有好多嘢就而家講都分析唔到，因為呢個世界個時局咧已經係超出咗一個叫做常規。係好多嘢而家發現咧，就係你諗都諗唔到會咁樣，而係真係發生嘅。咁所以咧，又最近呢個局勢咧，咁啊令我睇到一樣嘢咧。今日早喺一個我諗都有年幾2年前啦，咁我就已經提出過，其實平台即係話統一台灣有3策略，上中下策。咁有和統啦，當然大家認為和統係上策啦。咁就中策係咩咧？就個圍統，即係圍住佢。咁下策先係武統，因為打起上嚟大家都會好難收科，同埋會面臨好多嘅挑戰咯。咁但係而家最近我再喺感受到個局勢咧，誒、我就睇翻《道德經》咁講過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咁我有啲領悟到國家而家做緊嘅嘢咧，似乎就係循住一個咁樣嘅道去順勢而為咁去發展。咁最後呢條道就係統一台灣。咁呢個道咧喺道德經嚟講就道係要善道、大道，即係首先你個出發點係以善係正確嘅，咁你就會行到呢條路咧，就一路就會通到去統一。首先統一係咪一個善念先？如果統一唔係善念，呢個道就唔係大道，亦都係好多波折，或者係唔可以話順住佢自己會發生。但係我哋統一台灣，首先要明確一樣嘢，我哋唔係話要我哋要入侵台灣，台灣本身就係我哋自己嘅國土，我哋只係一個收回台灣過去因為歷史原因，亦都係落喺日本嘅統治50年。咁我哋要做呢樣嘢就係話，大家都係中國人，中華民族，我哋要去拯救台灣嗰啲被愚弄咗、被台獨分子、民進黨過去嗰10幾20年洗腦啊，去灌輸一啲錯誤嘅觀念，而我哋只係希望台灣回歸祖國之後，台灣人民過得更加好嘅生活，更加有尊嚴，更加自由。佢哋成日話啊，我回歸就唔自由。其實而家佢有咩自由咧？你做乜嘢事都要睇美國大阿哥叫你做乜就做乜，要你買貴嘅嗰啲武器，錢啊俾咗，貨又唔交，交翻嚟啲嘢，全部係有美國 lock 咗你個後門，
俾你用就用，唔俾你用錢係你買咗唔關你事。到底啲人係唔係自由咧？台灣人而家有自由咩？台灣人連選咗個議員出嚟，俾台獨分子利用一啲程序漏洞，咁啊可以話求其咁夠票可以罷免你啊？咁因為佢自由咧，不停咁喺度搞政治遊戲，而台灣嘅民生，有人話台灣唔叻過中國咩？GDP 高過中國咩？係過去90年代，台灣的確發展得唔錯，能夠創造非常之好嘅經濟成績，而相對當年，特別喺80年代、90年代，台灣嘅經濟係高於內地，但係內地改革開放走上咗條道之後咧，其實台灣好多嘅經濟成就都係食住中國嘅開發個改革發展，佢就得到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環境。大家知咩叫台商咧？幾多台商喺上海、喺東莞揾到錢嘅，做廠將啲污染嘅項目就擺咗嚟中國生產，做電子廠，佢哋就係食住呢個紅利，一路過嚟，累積咗唔少嘅財富。但係而家嘅財富係咪佢咧？唔係，你台積電做大咗，美國要你就即刻搬過去。咁佢哋有咩自由咧？其實我話呢條叫做善道，就係首先咧，國家民族嚟講係唔應該我哋有一嚿嘅領土，話就話係有一班叫做中國人喺度生活嘅台灣人，但係佢背後係外族控制，呢個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對台灣人民亦都唔公平。而家祖國發展越嚟越好，係咪應該台灣人民要反省一下，你哋嗰個賴清德政府對你哋係咪好咧？辛辛苦苦搞咗個台積電，要你搬就搬，啲萊豬啊，即係嗰啲有啲禁藥嗰啲豬肉、牛肉啊，就監你台灣去買。一講到關稅，台灣連傾都冇得傾，只係話你叫我點樣做就點做，你加我幾多關稅，加我幾多關稅，完全冇談判嘅餘地。咁呢啲係咪叫做自由？係咪一個叫做尊嚴咧？咁而家呢個大道係點嚟？就係話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善道，能夠台灣回歸祖國，可能會有一啲擦槍走火又好，或者係甚至乎動武又好，但係呢個咧，其實我頭先話明可明，非常明，係咪個動武？我攞住動武呢兩個字係就哦，動武收回台灣武統，其實冇一個形容詞或者冇一個叫做點樣去包裝呢件事嘅名，而最後我順住個道走，所以就道可道非常道，唔係話一定要咁樣行，而係話呢個道咧，只要你個善道，佢就會自然發生嘅。咁點解要自然發生咧？就當然係而家嘅局勢啦。睇到而家個局勢，我哋覺得呢個係時間，似乎個時機嚟咗。我以前就話有分開，我哋好微觀咁樣睇，話有和統啦、武統啦、圍統啦，亦都諗到點樣去做，點能夠成功。咁當時我講嘅時候都未有呢個聯合利劍軍事行動嗰個軍事演習出嚟。咁到呢個聯合利劍軍事演習，我已經覺得好有信心，就係國家係已經準備咗一個叫圍統，圍而不攻，自然就會佢自己內部咧就會出現個變化。咁經過我差唔多講統台三策咧，到而家有年幾啦，年幾兩年。咁其實我而家睇翻自己個當時嘅分析咧，我覺得我係太流於表面，未曾入到個度。其實真正嘅統台策略冇分上中下，只有一個，就係最終順道而行，順勢而為。和即係統，統即係和，但和亦即係武喎，武亦都係和喎。我以武達為，亦都以為得和。
即係話我冇武力，我當然圍佢唔到啦。我圍咗佢，我唔一定要動手啊。但係如果個勢係需要我哋動手嘅，我哋亦都要動手啊。咁最終咧，希望達成呢個大道。所以我覺得係冇上中下之分。如果一分咗咧，你就會落入咗嗰個名上面。我要咁做，我就按住呢個策略，我唔可以喐手嘅，綁手綁腳，自己綁自己，或者係我唔理，我一定要武統，丙丁白爛，我就諗住點去攻入去，咁亦都係將佢限咗喺呢個武字裏邊，所以唔一定和，唔一定武，亦都唔一定要圍，但係當然三個合一就係一個大道，水到自然渠成。咁而家我哋中國喺軍事力量上邊咧，收復台灣已經絕無懸念噶啦。咁啊，而家要考慮緊嘅咩咧？當然係點樣避免傷及台灣人民啦，同埋我哋付出嘅成本。我哋可以用強大嘅軍力拒止外國嘅去干擾，而台灣本身冇得打嘅。睇睇一攤台灣嘅軍隊，佢哋嘅軍備俾錢不停咁就俾美國，得翻嚟嘅嘢全部係冇用，而美國就話：哦，我俾嗰啲巷戰嘅裝備你，我教你點打巷戰，咁係咪真係叫佢將佢變成烏克蘭？咁呢個係咪煽動？當然唔係啦，因為美國同賴清德之流嘅台獨分子，佢哋要將台灣變成火海，變成烏克蘭，咁啊絕對就唔係煽動。咁從呢個道嘅理解，呢啲咁樣嘅做法，最終佢係不能得逞嘅。咁我哋只要依住一個善道，點樣我哋最終目的希望能夠和平，令到台灣人民冇受損傷，回歸祖國，得到更加好嘅發展。呢個就係我哋嘅堅持嘅一個道。除咗考慮到台灣人民嘅生命安全啊，或者避免損傷啊，中國人不想打中國人。仲有一個考慮就係國際對中國嘅圍堵，就會係你要軍事介入台海已經係冇可能。我哋嘅航母又好，我哋嘅南海嘅一啲叫做我哋嗰啲不沉嘅航空母艦，我哋係好多個島上邊已經有我哋嘅軍需嘅中轉，或者係一啲嘅基地，就等於一個不沉的航母。如果喺台灣海峽，我哋要圍佢，令到佢哋有入冇出，或者冇出冇入，外國嘅軍事力量絕對冇機會可以入到嚟，打又打唔過，佢哋嘅補給亦都冇我哋嘅補給嘅距離嘅優勢。你話美國佬山長水遠要走過嚟，佢哋嘅補給你可以撐得幾多人？咁你話有日本同韓國，但係而家成個世界局勢，你睇日本個勢又出咗一個，而家嘅日本首相又唔想同美國黐咁埋，咁點解唔想同美國黐埋？因為美國自己做得太過分，一個關稅搞到日本已經係激到扎扎跳，咁啊韓國自己又出咗一個咁樣嘅所謂總統。呢個咁嘅總統可以搞到自己百搞叛亂，咁樣國家自己都唔齊心，佢哋仲有乜嘢能力可以伸出手嚟夠膽去同我哋東方大國企喺台灣嗰邊呢？菲律賓喺咁多年搞下搞下，換咗個小馬可斯，對美國言聽計從，亦都係做爛甘於做爛頭卒。但係而家睇翻個局勢。呢個小馬可斯分分鐘又要落台，又換翻杜特爾特個妹個女啊，分分鐘又會回復翻一個，又行翻條正道咯，同中國保持一個友好，絕對就唔會參與台灣嘅事。所謂嘅日台台灣有事，即係我日本有事，呢啲咁嘅口號，我哋已經睇得好清楚。
第一，佢哋冇咁嘅真心去做；第二，佢冇咁嘅能力去做。所以成個局勢嚟講咧，以武力圍台喺軍事上邊，我哋絕對有信心。冇一個國家，我哋唔需要動一兵一卒，我哋擺咗勢出嚟，已經冇一個軍事干預嘅能力。咁但係喺經濟上咧，或者外交上、國際政治上咧，我哋會預計到咧，如果喺過去嘅十幾年或者20年，可能會面對一個好嚴重嘅經濟上嘅一個被制裁。咁我哋都有3萬幾億嘅外匯喺外國，佢哋會不講武德，話充公嚟充公嚟，跟住就會樣樣都唔賣俾你，樣樣都唔俾你交易，唔俾你用美元，踢你出 SWIFT 又好，乜都好。但係因為阿建國同阿振華兩位同志咧，過去嗰差唔多10年咧，已經將佢哋呢啲咁樣嘅所謂殺手鐧咧，已經係暴露咗佢哋嘅根本冇牙老虎，一切美國帝國都是紙老虎。根本就係，如果冇呢兩位振華建國同志，可能我哋仲會驚。我哋曾經好驚㗎，驚咩？驚制裁踢我出 SWIFT 啊，或者沒收我哋嘅資產，好驚啊！或者係唔俾我哋啲商品賣出去啊，俾人哋封鎖。咁但係而家仲驚唔驚咧？你連佢個關稅話加到145，我都未驚過。其實加到145，即係等於叫你唔好買中國嘅嘢。咁啊，佢亦都真係試過喎，除咗佢唔買，都唔俾第二個國家買華為嘅設備，唔俾第二個國家，關你美國咩事咧？佢話我哋邊個夠膽用咧，我就制裁邊個啊！即係對第三方嘅長臂管轄。咁而家仲驚唔驚咧？而家唔需要驚，因為你已經做咗俾我哋睇，而最後結果 end up 到而家同我哋打關稅戰，傷就佢自己，最後佢自己忍唔住，佢自己搞唔掂。咁啊，詐詐地地咁啊，打電話又要通過話，又要講就兇狠，做咧就即係冇咁兇狠啦。咁根本呢個我睇到呢啲勢咧，就係每一不停咁啲因緣啊，因緣嘅叫起合，緣起可能搞關稅戰，又引致咗發生咗乜嘢事，搞到全世界佢嘅盟友離心離德，呢啲咪因緣咯。離心離德之後，自然嗰啲國家又經濟上受到重創，亦都認識到中國係唔係佢哋諗得咁容易可以對付嘅。呢個特朗普自己講啊，阿建國同志都話中國不容易對付。咁呢個成個態勢咧，而家我覺得我哋成日講要統一台灣，但係點解路都好似好遙遠咁？咁係嘅。諗下呢個咁，而家我哋好多民間嘅來往啊，包括台灣啲網紅啊，嗰個館長又走咗去上海啊，咁或者係香港人成日都去台灣玩啊，台灣亦都好多人係住喺中國啊，咁你覺得好似好遙遠咁，哇，喐手會點咧？咁其實而家呢個世界話咗俾你聽，要發生嘅始終發生。伊朗諗住同美國認低威啊，可以去核同佢講數，點知開會未講就已經俾人哋炸。咁伊朗人可能喺佢被炸之前嗰日都估唔到，連個自己嗰個部隊最高指揮都會俾人炸死。佢嘅所謂賴以為恐嚇嘅核設施，一夜之間冇咗90%，連嗰啲科學家都炸死埋。其實喺發生之前，佢哋係冇諗到嘅。前一刻可能仲係，個態勢好緊張，但係咧唔會嘅。但係呢個世界啲嘢，有一日可能係我哋一個好平常嘅朝頭早逼緊地鐵翻工，可能就會見到喺地鐵個新聞，嘟嘟嘟嘟啊，特別新聞報導，中國宣布台海同埋台東列為禁飛區，我哋就封鎖同埋禁止台灣船隻航空離開佢嘅領空，宣布為一個叫
軍事禁飛區，而我哋都係陳兵在前，要求台灣即時放棄佢嘅管治，或者俾個窗口期佢3日之內，你哋再計，你係話我唔願意接受和平統一嘅，你哋快啲搭美國嗰啲在台協會嗰啲軍機，快啲走。外國嘅軍事人員3日之內離開，如果唔係，我哋就會入台，而捉到嘅頑固台獨分子就會按照我哋國家法律，最高係死刑。咁嗰班賴清德之流，蔡英文蔡英文應該早走咗噶啦。佢只要有少少嘅風吹草動，佢已經係走噶啦。咁如果嗰班咁樣嘅台獨頑固分子走咗，嗰班軍頭如果留低喺度嘅，即係你諗住預備同我哋解放軍作戰嘅，你就留低。如果你唔想同我哋作戰嘅，我俾時間你哋即刻走，或者你哋可以嚟我哋廈門，我哋有房有工作，你可以翻嚟發展，放棄你台灣身份。如果個勢係好多嘢都令到台灣人民係睇清楚，其實統一唔係咁可怕，反而喺賴清德台獨分子控制下嘅台灣更可怕，更冇自由，更冇前途。中國除咗喺軍事圍堵，亦都可以喺商業上、經濟上，每年台灣賺緊中國錢以千億計。如果到我哋要收回台灣，當然你就冇生意做，自然你哋嗰啲台資，你要喺中國賺錢就冇可能。好似嗰隻乜嘢黑熊學院啊，嗰個沈柏陽，日日講共產黨點衰點衰，中國點衰，佢老豆就賺緊中國錢，十幾20年係做緊中國生意。呢啲咁嘅虛偽咧，已經隨住呢個道啊，佢哋就我哋講唔出係邊一件事會令到台灣回復。你要講某一樣嘢就會令到台灣翻嚟，講唔出。但係亦都不停咁每日發生緊，呢個就係話每一個發生就係一個因緣聚合，係令到個道咧自然咁向個朝住個方向發展。咁呢個有少少嘅講得有少少遠啦，但係我覺得都唔係遠。其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呢兩句話已經係講咗闡述咗我對呢個態勢發展，同埋我哋會點樣去統一台灣。有武有統有和有為都會用，甚至更多。而家再睇翻我哋中國嘅發展，過去美歐俄澳日菲，包括俄國啊，即係俄羅斯，喺過去幾十年咧，無時無刻都欲置我於死地，百般刁難。仲有啲西方國家，俄羅斯可能不在其中，但係美歐澳日韓菲都係暗中咧就去支持台灣，挾持台灣，唆擺台灣。佢哋圖謀就係話令到我哋係主鬥雙煎之謀嚟嘅，即係主鬥研鬥機啊！我哋係本身就係兄弟，我哋同胞，佢哋就希望你主鬥研鬥機啊，等我哋自己自相殘殺。但係我哋中國嘅戰略定力喺過去幾十年都可以睇到就係話，尤其呢10幾年喺到循線，即係循住善意去做。我哋對所有嘅第三世界國家或者係落後國家、發展中國家，我哋都係以誠相待，我哋都係希望你能夠改善你哋嘅經濟，而唔係話我哋去掠奪佢嘅經濟。我哋交咗好多朋友，而家睇到全世界有百幾個國家，其實好堅定咁咧，就係支持我哋一個中國嘅原則，起碼唔會話要你台灣你喐親我就喐你，只係限於
而家嗰幾個美歐澳，而家日韓都唔敢出聲，飛咧就嚟死㗎啦，就唔使理佢。咁而家睇到啲最緊要嗰幾嚿嘢，美歐日韓都已經係散晒，但係我哋中國始終咧就係抱中守一，深耕亞非拉，嚴防歐美人。而家睇到個態勢就係越嚟越多事，即係多事之秋。尤其是呢個振華同阿建國上咗嚟之後，大家有冇發覺就係好多以前估唔到嘅嘢，而家真會出現。即係美國而家搞到遍地開花，19年嘅黑暴走晒去美國，一模一樣鬼頭鬼腦，笠住個頭，戴住個口罩，亦都有一啲咁嘅叫做地下嘅資金暗中咧就去幫助啲鼓動嗰啲人出嚟搞事，但係佢哋呢啲發生呢啲事，對我哋同台灣關係有乜嘢嘅影響？當然有啦。佢美國內部不穩，佢仲邊有時間騰出手嚟搞我哋咧？同埋佢嘅民意會唔會支持美國？因為而家你見到美國自己都立立亂，建國振華雖然大家都係為我哋做緊事，好努力咁去搞衰於美國，但係佢哋兩個之間自己嘅勢同水火，喺美國自己本身嘅分裂，喺個咁樣嘅態勢，西方國家過去100年以嚟建立嘅霸權，或者係叫做老點你嘅普世價值觀、民主自由、人權，就呢兩位同志不足10年時間，已經輪番上陣啦，徹底撕破咗佢哋嘅虛偽自私。所謂美國西方呢啲咁樣嘅口號，已經係破產。好啦，呢個就係一個我睇到嘅就係話，呢個時機，我唔可以講某一日有幾時，但係我即係話個時機已經係成就緊。最關鍵而家睇到一樣嘢，稀土。咁台灣要好多稀土乜？係台灣嘅電子工業都要稀土，但係稀土咧，可能就係我哋促成我哋而家要喐手，我哋要收回台灣嘅。咁啊，點解要我講到稀土要收回台灣咧？或者賣個關子。頭先我講咗都有幾長時間，我俾翻時間阿大衛 Sir，你睇睇個態勢，你有乜嘢嘅睇法？處經嘅講法咧，即係我覺得幾發我心聲㗎嚇。因為咧，大家知道我係讀中國哲學出身嘅，咁用老子去解説成個道可道非常道，跟住擺喺台灣嗰度統一咧，我覺得咧個感覺好親切，亦都覺得咧呢一個講法咧係幾正常。我哋成日都講話因時制宜，咁唔係話我一定要點樣做，而係個勢嚟到，你非做不可。咁唔係個勢主導我哋，反而係我哋決定個勢，我哋應該點樣做。主動權喺我哋嗰度嘅，唔係喺其他人手上，亦都唔係喺灣灣手上。因為審時度勢呢個係必須嘅。咁平台3策略咧，其實都啱嘅。和統、唯統、武統、上中下策，其實呢3個策咧都未必一定要箍死自己嘅。所以嗰陣時我覺得處經咧講得好好。咁今時今日咧係作一個更加深入嘅一個説明。老實講，台灣人民會唔會反省咧？係唔會反省嘅。老實講句啊，因為灣灣嘅人民咧，我哋都話佢係島蛙或者係島國之民啊。點解咧？佢唔係一個國家，但係佢圍困喺一個灣灣島上高咧，佢哋係永遠覺得我哋自己就係世界嘅中心㗎啦。就好似南韓咁樣，佢會將自己嘅地圖咧畫到老年咁大，仲大過中國嘅，係嘛？呢個井底之蛙真係冇得講㗎啦，完全。咁其實我哋睇到啦，陳之漢館長嚟到上海，其實講好多嘢，話咩山煎包啊，呢個叫水煎包嘛，台灣佢咁講，我真係覺得奇怪啦。佢係由山變到熟，叫山煎包冇問題啊，水煎包冇問題啊。呢啲不學無術嘅人，其實我真係唔好想講佢嘅，完完全全咧，佢係一個咧就係親呢一個民退黨，跟住嘅時候咧，而家覺得民退黨唔要佢啦，跟住又揾另外一條路去行。咁啊，係咪心裏面好想統一咧？唔係，佢就係講和平啫。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咁嘅講法。
咁你話打唔打咧？其實我哋不嬲冇人要打你㗎。我哋講出話九二共識啊，講一國兩制，其實你又唔想，咁你想點啫？係嘛？我哋都知道中國共產黨講嘢咧好特別嘅，最開頭係俾最優惠嘅條件俾你，跟住係越嚟越縮，越嚟越縮㗎啦。因為俾咗你㗎啦，呢個係咁樣㗎啦。咁但係你唔要喎，你唔要咁點咧？咁啊唯有咪縮翻咯。係啊，咁而家變成台灣省，咁你又會唔會收咧？嗱，呢一個一定會收。嗱，其實我哋而家好明確嘅就係，對於灣灣嘅人民嚟講咧，我哋睇到賴嘢德佢究竟可唔可以即係令到人民好服咧？係唔服㗎。但係佢哋始終覺得，喂，呢一個係灣灣嘅子弟，所以我哋幾唔服都好，我哋都要繼續撐佢嘅，因為佢哋真係老實講係冇乜即係世界觀啊或者國際觀咁樣嘅，一切以政治掛帥。咁你唔了解而家嗰個世界大局咧？嗱，中天頻道咧有唔少嘅一啲真係好好嘅分析師譬如好似賴岳軒老師啦，係嘛？咁啊，郭正亮其實都好好嘅，咁亦都見到唐湘龍佢哋都係不斷喺度講緊而家中國嘅情況點樣樣，因為大家都係中國人。你見到中國嘅發展咧，係令到當年好多國民黨之後咧，係感覺到哇，呢個先至係我哋想要嘅世界。我哋係世界強國啊，點解唔想回歸咧？點解唔想統一咧？呢個好難講到出嚟嘅。唔通你真係要跪霸喺老美所謂嘅自由民主人權嘅呢一個象徵之下呢個雕像啊，呢個雕像嚟嘅，三個雕像寫咗三個呢一個神主牌喺度。呢三個神主牌有冇用咧？係完全冇用嘅，因為大家知道咧，完全係假嘅。講翻關稅啊，關稅灣灣不嬲都冇主導權㗎啦，跟住老美行啊嘛。而家佢嘅美債亦都好多喎，係嘛？買咗咁多，咁啊黃金又買咗好多。究竟佢係咪一個真正嘅國家？佢唔算係一個真正嘅國家嚟嘅。嗱，大道係咪善道咧？我覺得我哋行得正路就得啦。我哋睇到而家老美係嘛，即係我哋做節目嗰一日就喺6月14號，美國應該非常熱鬧啦。除咗華盛頓之外咧，其他地方都係總共有成過千場嘅呢個反對國王嘅呢一個遊行，係嘛？呢個好正嘅。咁啊啱啱睇到 Sky 俾資料俾我就話，喂，原來老鷹嗰度咧都係烽火處處，周圍示威暴動嘅，借啲耳就嚟㗎啦。呢個咧，我哋可以睇到點解老鷹同埋而家西方世界會咁慘咧？因為過去你都做得好事多啦，或者話好事多為，同埋害咗唔少國家嘅。即係我曾經同大家講過，點解美國一定要接收難民咧？因為佢做咗好多衰嘢啊嘛。呢啲係好夠下，但係嗰啲難民咧就反噬佢哋啦。點解啊？因為你當初害到我國破家亡，我真係唔知點算好。嚟到你國家度，我梗係當自己屋企啦，啱唔啱啊？你呢個地方係屬於我嘅，唔係屬於你嘅。所以曾經見到咧有啲印度人民咧，就喺加拿大嗰度就話：喂，加拿大人，你哋離開印度加拿大係屬於我哋印度嘅咁樣講得出嘅真係好特別嘅。咁因為咧，當年老鷹點樣管治印度，大家好清楚係嘛？搞到而家印度同埋巴基斯坦烽火連天。咁你話啦，佢有咩好處先？其實我哋會唔會喺統一嘅過程裏面擦槍走火咧？係都唔奇㗎，冇所謂㗎。既然係咁，我咪睇下到時候嘅局勢點樣咯。我哋一定要有變化先得嘅，唔係話一定要點樣行。呢個處經講得好好嘅。同埋咧，我哋要睇翻，我哋要由微觀去睇翻呢個世界係點樣，點樣樣先能夠成功咧？嗱，聯合利劍係展現出我哋國力嘅。咁啊，印巴之爭啦6-0嗰一個啦，就係都睇到我哋中國係好先進嘅。世界而家對中國咧，就已經係覺得哇，原來中國唔係我哋以前睇咁樣嘅喎，隨便亂噏嘅喎咁啊，以前講咩新疆啊，當我哋開放咗俾外國免簽證入嚟中國之後，大家隨時去任何地方睇得得。有冇睇到咩負面嘅情況啊？似乎到今時今日都發覺唔到喎。同埋有好多人愕然嘅，仲有覺得我哋中國產品好差。而家全世界都要需求中國嘅嘢啦，係嘛？咁啊稀土唔使講，對於全球嚟講，喂，中國唔俾稀土我死緊嘅喎。其實我哋唔係想鉗你，而係過去幾十年裏面咧，我哋要入口你啲嘢，你都要審查我哋係咪俾我。咁啊，包括好多嘅專利啦，好多嘅礦產啦，好多嘅技術啦，你都唔肯俾我哋，甚至用極貴嘅價錢咧去賣俾我哋。咁但係你用咁貴嘅價錢賣俾我哋冇得 A 嘅喎。而家輪到我哋有我自己嘅專利，有我自己嘅即係強項，我哋當然可以咁樣做啦，因為呢個國際規則嚟噶嘛。我哋又冇違反國際規則係嘛？你同我講咩啫？呢個絕對冇可能嘅。處經講話和即係統，
啊，統即係和啊，無論你和定冇，其實都係統一。老實講啊，為唔為台灣係咪真係要喐手咧？誒，隨緣啦，我最中意講隨緣嘅啊。究竟係咪會將會點樣做咧？真係唔知。有需要我哋喐手，咪喐手咯，係嘛？其實我哋即係適時而行，咁啊先係最好嘅，唔好綁手綁腳。最緊要咧就係一個我哋有實力。美國玩咁耐啦，兩位總統啊，特朗普、拜登再特朗普，呢個真係天助我也咯。我都講咯，因為國家嘅強大唔係我哋自己勁啊嘛，而係對方弱，呢個都係重點嚟噶嘛。如果淨係我哋自己強，對家都好強，我哋咪可能戰火連連啊，或者兵戎相見啊，呢個係冇必要嘅。咁如果對手送啲牌俾我哋想，我哋咪好好做呢一隻牌咯，係嘛？既然嚟到咯，我哋咪食咯，冇理由你係大四起。要變成雞糊噶嘛，係咪先？啱唔啱啊？大家有睇得高力高新年財噶啦，係嘛？我最近都翻睇下，其實而家就係好似左副牌咁嘅樣，大家有打，咁你究竟點咧？即係其實我哋唔使人哋鬆張俾我哋都會贏嘅。咁但係點樣贏法咧？呢個就好講求智慧啦。同埋中國咁多年嚟咧，都喺度做緊和平共處嘅。咁包括菲律賓啊、日本啊、韓國啊，甚至係印度啊、藏南地區嗰度咧，其實我哋都係想傾嘅。南海嗰度我哋梗係想一齊發展啦，係嘛？呢個地方雖然屬於我哋嘅地方，但係我好歡迎你過嚟投資啊，一齊玩咯，係咪？係啊，地球嘅資源屬於大家嘅，但係你話你要入侵我嘅地方，跟住老尾去損害我哋利益，我哋梗係唔肯過嚟啦。2013年，我哋開始逐漸睇到咧，乜嘢叫國家安全？到今時今日，我哋好重視我哋國家安全。台灣係我哋紅線中嘅紅線，絕對唔容許碰觸嘅。老尾知唔知道咧？特朗普知唔知道咧？全世界知唔知道？知道嘅。我最近睇一份資料就係話，有70個國家係同意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任何方式統一台灣，因為呢個本來就係中國嘅地方。呢個好簡單、好清楚嘅，不容置疑嘅。雖然當初灣灣喺國民黨管治嘅時候咧，都講過話，喂，我哋係屬於一個自己嘅國家，我哋有乜有乜啊。我嗰陣時喺台灣讀書，即係不斷喺度聽到咁嘅信息嘅。但係當你了解更加多嘅歷史咧，你會發覺到台灣係屬於中國嘅一部分，呢個係一定㗎啦。只不過國民黨嗰陣時輸咗走過去台灣，佢都想要反攻大陸啊。點解咧？因為大家覺得，喂，我哋本來就係同一個國家嚟嘅，只不過大家政見唔同，所以我哋需要統一嘅。呢一點係事實嚟㗎。過往係咁，冇理由而家突然間唔係㗎嘛。無論任何政黨上嚟，你都要面對呢個事實嘅。咁當然好多台商嚟到中國去揾生意或者係做嘢，咁但係咧，我自己睇到有部分嘅台商咧係不懷好意嘅。我喺你大陸地區賺錢，跟住嘅時候攞翻去台灣支持民退黨，呢一個我做得出㗎佢哋啊，即係有唔少人咁做嘅。我聽朋友所講，咁你話啦，台灣人民會唔會受損害咧？其實講真啦，呢幾年裏面受嘅損害真係非常之多㗎啦。老實講，我哋一路視台灣咧係我哋自己嘅地方，但係台灣人民會唔會咧？係唔會嘅。嗱，因為我喺台灣真係住咗咁多年裏面，我發覺到咧，大家都係覺得維持現狀算啦。我哋好似以前咁樣開開心心，嗱，冇未來，我哋永遠都唔好統一，永遠都唔叫獨立，咁就得㗎啦。今次佢哋咪想玩翻同樣嘅嘢咯，但係玩唔玩到咧？我同大家講係玩唔到嘅。而馬英九咧，亦會喺好似14號、16號呢一啲時間咧，就會再過嚟大陸地區，咁就去參觀啦嚇。咁我哋又表示歡迎啦。其實喺台灣人民無論咩人嚟到，我哋都好歡迎嘅，只要你守我哋嘅規則，因為咧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呢個係重點嚟嘅。咁我哋唔會話去話俾你聽嗱，你咩人可以嚟，除非你真係違反咗國安法啦，咁就唔得啦，或者違反咗法律，咁啊呢個另計啦。韓國又好，日本又好，其實咧佢哋黐親美國咧，大家見到跟美國行咧係完全冇結果嘅，但係跟中國行咧，其實大家賺到盆滿缽滿，人民生活又好。你睇下，無論巴西又好，係嘛？仲有亞非拉好多嘅國家同我哋中國合作，真係大家見到係完全唔同嘅世界嚟嘅。咁菲律賓當然啦，而家見到沙拉咧就上位啦，到底以特放唔到出嚟，暫時都唔知。但係你沙拉上嚟，你會睇到大家點解咁支持咧？因為佢哋用緊嘅係美國式嘅霸權啊嘛，小馬可斯佢哋尹錫悅都係啊嘛，係嘛？呢啲都係㗎。咁尤其是你睇到之前嘅岸田文雄，亦都係而家全部黐到尾嘅，又唱晒歌。又用英文去講，去擦阿拜登嘅鞋，結果點啊？有冇咩作為啊？冇作為㗎。咁啊睇翻而家以色列去打伊朗，其實
呢一個係咪真係合乎國際規則？係唔合乎國際規則㗎？但係我想點就點咯，我背後有個大佬咯。所以咧，耳仔嗰邊咧，你始終都係會即係受到最終嘅打擊嘅。尤其是而家你老味可唔可以照到你？根本唔會照你，佢只不過見到你打贏咗啦。咁我覺得我要攞攞彩嚇，話俾全世界聽，喂，我都有份㗎，我之前唔知道㗎，但係你武器係我㗎嚇，但係後來又反口話，喂，我其實知道㗎嚇，成件事我好清楚㗎嚇，不過我冇同大家講啫嘛。但係你話特朗普事先知唔知，梗係知啦。如果你唔知，你就唔會撤僑啦，係嘛？你就係知道人哋同你講晒先會撤僑啊嘛。同埋大家睇下，由耳仔嗰邊飛到去伊朗，你戰鬥機係1000公里，你要冇補給先？你喺邊度飛㗎？咪喺中東嘅基地上高咯。邊個國家最近啊？咁大家自己諗啦，係嘛？同埋你亦都可以咧，利用部署喺其他國家嘅武器咧，去射啲無人機同埋導彈落嚟嘅。咁你話啦，你有冇份啦？你梗係有份㗎。咁今次咧，我哋睇到美國咧係全部皆輸㗎啦，想翻身諗都唔使諗。就算你美國有穩定幣都唔使諗，因為穩定幣用嚟支付嘅啫。咁當然啦，你嘅美債可以散啲啦，但係你散啲美債咧有冇用咧？因為只可以買短期嘅國債嘅啫。咁呢單嘢有時間同大家講咁啊。周志榮啦、S 先生啦，就會喺7月5號嗰日同大家去講下呢個議題嘅。其實大家都好關心嘅。咁而家咧因緣際會之下咧，我哋就想啦，但係我哋想咧，我哋更加要謹慎行事喎。唔係話我哋上咗嚟咧，我哋就可以隨便做乜都啱，唔係㗎。我哋中國共產黨做嘢咧，其實好特別。我就一路覺得佢係有部署，一步一步應該點樣行就點樣行，行得非常之謹慎，但係都非常之有道理。同埋咧，佢嘅大方向咧係不變，完全不變嘅。咁有冇一個國家可以做到咧？其他國家做唔到嘅。嗱，你睇下，萬一普京唔喺度啦，俄羅斯會變一個樣咧？呢個機會係極大嘅，係極大嘅。咁但係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唔同嘅，我哋所有政策咧換屆咧，我哋都係向住同一條路行，而且越行越順。每一個時間都有自己要行嘅一個方向。西方世界唔使講，所謂嘅西方式嘅選舉制度，其實就係你上到嚟，你就係將前任嘅嘢全部推翻，我唔要。兩個或以上嘅政黨，大家嘅觀感都唔同，咁你成立一個唔同嘅政黨，你會發生咩事咧？就係你反對我，所以我就落台啦。咁我上到台，我梗係反對你，因為咧我反對你，我先至會上嚟啊嘛。我啲選民選我上嚟係因為我唔妥你啊嘛。咁啊將啲嘢改嚟改去咯。你所以見到而家好多西方世界立立亂嘅，因為個政治制度錯咗。咁我哋咧係多黨合作，同其他政黨咧一齊合作，點樣令到我哋而家呢個國家咧係建立得更加好？咁仲有一世界一方面咧，就好似唔同嘅政黨為一齊合作咯。我哋由細及大啊嘛，我哋唔係好似西方咁樣樣，我自己就唯有獨尊。我一上到台呢4年、5年、6年，就係我為所欲為啦。我做得好唔好，同埋我可唔可以 please 到你班選民，令到比較多少少嘅選民支持我咧，我就贏噶啦。譬如兩黨制，你超過咗51%咪贏咯。咁我喺呢度我咪去用我嘅政治體制去令到我繼續執政咯，係嘛？同埋用欺騙嘅手法話俾你聽得唔得啊？話唔掂啊，唔緊要，我哋再派錢再做乜嘢？其實呢啲冇意思噶。咁今時今日我哋去睇翻，對於中國嚟講，我哋戰略定力咧真係好勁嘅。我哋對於咧美日歐韓呢啲咁嘅國家咧，其實我哋採取一個方式好簡單嘅啫，合則兩利，合作就冇問題，你唔合作冇所謂㗎。咁我哋咪自己做自己咯，行自己嘅路咯。你睇下而家美國咪停滯緊啦，大家望一望，美國而家仲有咩嘢可以做得出嚟啊？工業得唔得啊？關稅得唔得？特朗普甚至係講話，喂，我而家俾封信俾你，呢封信咧就話俾你聽，我要乜嘢？你有兩個選擇，一係同我講跪低冇問題，另外一個即係我唔接受，唔接受我都係咁樣做你㗎啦。咁兩單嘢其實都係一樣啫嘛，我就係逼你接受咯。但係中國會唔會啊？唔會㗎嘛。中國係一個唔容易對付嘅對手嚟㗎，因為我哋有理有據。你想做乜嗱？冇問題，但係咧合唔合理先？對我有冇利先？你唔好淨係對你有利嗱，呢個就係重點啦。處經交翻時間俾你。好啊，今日大成都講咗一個分析咗而家嘅已經發生緊嘢，其實好多嘢發生嘅嘢咧，都係每一點一滴咁，你會覺得都似乎係朝住呢個對叫中國話俾中國聽，係你要做咯，順勢而為，時機到啊，時機已經嚟咗，
呢個時機唔去做，你唔順住嗰個道去做，你就會走錯路，你又會耽誤咗事。點解會咁講咧？我覺得而家拖落去，拖到何年何月，有咩好處？大家都話：哎呀，我想和平統一，佢哋又唔聽話；我想武統又驚樣驚嗰樣；我想圍佢又驚俾人反包圍，啊，俾人封鎖我哋中國嘅經濟，馬六甲海峽都會俾人哋封鎖，啊，全球就會對中國進行制裁。咁我哋嘅經濟會點？我哋點點點？OK，而家有一樣嘢出現咗。中國已經唔怕任何人制裁，唔係話我哋對呢個世界，我哋係一個世界裏面其中一份子，唔係話我哋可以超然於個世上。啊，我唔怕你制裁，我自己去自給自足。唔係，我哋都仲要需要同全世界保持一個交往。但如果有人想借台灣協台之名插手入嚟嘅話，你要制裁我咩？我就係制裁你一樣嘢，頭先講啦，稀土。未來10年8載，稀土係冇可能解決到嘅。我哋已經做到90%幾嘅全球嘅稀土，某啲金屬甚至乎係100%嘅，可以咁講。某啲嘅稀土，而呢啲嘅稀土係佢哋冇咗，做唔到所有嘢，全部要停工停產。有啲車廠要停產啦，一個磁鐵佢都搞唔掂，更加唔好講軍工。好啦，你哋要玩制裁嘛？而家中國只係話加強審查，都已經搞到天下大亂。你諗下，我今日我要對台灣喐手，你哋自然就係話起哄啦。哎，我要搞你中國，我要制裁你。好，玩制裁啊嘛，我就玩一樣嘢，我就玩稀土。哦，你制裁我啊，我咪報復性對等咯。邊個國家企出嚟嘅槍打出頭鳥，絕對攞唔到稀土。邊個同我哋覺得係？唉，其實只要你和平，我就支持你噶啦，統一都冇問題嘅，都啱嘅。勸下台灣啦，停手啦。誒，你嘅稀土就無限量供應，好現實嘅呢個世界，好現實嘅。有人話稀土會唔會過幾年佢哋攻破咗嗰個叫做精煉技術啊、分離技術啊？我覺得唔係難，唔可以話冇可能。幾年內佢哋可能會攻破技術，甚至乎有啲已經做到，但係咪所有稀土你都能夠攻破呢個？我哋已經做咗十幾20年，通過全個中國去對稀土各類嘅稀土有唔同嘅分離精煉技術，同埋就一樣嘢，有啲稀土叫伴生礦，佢唔係自己存在嘅一個單獨嘅元素，而係伴生住其他嘅礦物，而啲礦物要分離佢出嚟咧，係要通過好巨量嘅提煉，好似鋁、電解鋁就會有一個叫做爐渣出嚟嗰啲廢品，原來喺嗰度先至可以提煉到鎵。但係你話我做100噸嘅電解鋁，攞幾多？100噸嘅電解鋁出嚟攞唔到1公斤嘅鎵。咁點解中國做到啊？我好似好大嘛，我哋每日都係做緊好大量嘅一個電解鋁啊嘛。全世界我哋都可以供應，我自己中國亦都消化好多，所以我有個規模，我哋可以做到大量嘅電解鋁出嚟嘅伴生礦。而呢個伴生鋼嘅成本非常之低，因為本身佢來自一啲廢料，就係我哋電解鋁時候游離咗出嚟嘅一啲嘅分子，我哋有個技術將佢 capture 咗，去揾咗佢，就會可以提煉到鎵出嚟。但係如果單係你要一個任何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你想話我唔派制裁，我自己整電解鋁得唔得啊？你邊一個企業家喺你個資本世界，邊個企業家會願意我投幾千億去搞一個電解鋁項目，就為咗賺你嗰幾百蚊嘅鎵？其實嗰啲稀土，你真係講到價錢，好似一個磁石咁，係唔值錢嘅，係好平嘅。所以你要去哇使咁多錢，我就為咗你嗰嚿稀土，係冇人會做。從一個規模上，
經濟成本效益上，技術我唔可以話技術係永久或者係long term，我哋都可以獨步，但係喺個成本上，你哋永遠追唔到我，規模上你永遠追唔到我。揸住呢幾樣嘢，未來我覺得10年到啦。咁呢條路呢條大道係咪好似話緊俾我哋聽？喂，喺啲稀土仲係黃牌嘅時候，你而家唔喐手唔用，蘇州過後冇艇搭。到有一日真係被攻破咗，或者稀土解決咗，你仲有啲乜嘢可以制裁到西方世界？我哋而家喐手好簡單，合則就兩利，鬥則就冇稀土。你要制裁我嘛？我哋89年啊，3年就復甦啦。你制裁咗3年，89年係咪？92年以後，中國啲經濟咪乒乒乓乓咯，跟住啲鬼子佬又翻返嚟做生意咯。今次如果我哋要完成統一大業，我可以話冇一個西方世界，包括澳洲、日本、韓國，夠膽企喺灣灣嗰邊。你要與我大中華為敵，對唔住，我一定會碾死你嘅稀土。因為喺個戰時或者一個大家已經就劍拔弩張嘅時候，什麼 WTO 已經唔再生效。中國以前就曾經試過禁運稀土俾日本，咁日本就去 WTO 告中國嘅，告贏咗嘅，即係話你唔可以禁止輸出稀土。咁而家我哋唔係禁止啊，你哋話我哋咩叫全面改裝？唔係喎，我哋而家審批嘅喎，我搞清楚軍用同民用。咁你同你美國禁止我華為產品係乜分別咧？你話我哋係有國家安全啊嘛，咁我哋咪而家都有國家安全啦，因為我哋起到俾咗你哋可能軍用啊嘛，我哋而家叫審批，有噶，你要10噸係嘛？得啦，2個月後俾2噸你，剩有8噸你等下，我唔係全面禁運，所以我睇到個態勢咧，而家亦都睇到個時機可能好快，而家喐手係天時地利人和，國際層面佢哋自顧不暇。呢個世界都好多年冇打過正式打一個叫牽動世界局勢嘅大仗，而家兩以色列同伊朗、俄烏、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又同印度，喺國際嘅地緣政治，大家都忙到不可開交，而喺各個所謂發達7大工業國，佢哋內部嘅政治政黨嘅鬥爭，黨爭不斷，做嘅嘢係離經叛道，犧牲人民利益，導致官逼民反，佢哋已經本身夠頭痛噶啦。我哋何不喺佢哋未得閒多管閒事嘅時候，而仲有一把我哋一把利劍，稀土之劍，邊個夠膽嚟，我就揮起嘅稀土之劍斬向邊個。咁我哋咪基本上，你鬧你又鬧下嘴炮，你咪講咯。如果你同我玩制裁嘅，因為我哋睇到一樣嘢，軍事我哋贏硬，唯一就係喐手會面臨一個全世界佢哋以佢哋主宰嘅西方國家，就會對中國嘅經濟進行制裁，或者搶奪你嘅資產。咁如果我哋揸住呢把稀土之劍，邊個夠膽喐我啲資產？邊個夠膽同我玩圍堵、玩孤立，或者係封鎖我馬六甲海峽海上生命線嘅，即係與我為敵。我哋有呢把稀土之劍，但係時間唔可以話永遠都係我哋而家咁樣樣都成就。時間耐咗，可能稀土有稀土嘅解決方法，我哋唔敢講。但係 at the moment 係冇，即係話喺今日，如果我哋聽朝可能叫阿館長，你唔好翻台灣住嘅，我發翻個內地居民台胞居民身份證俾你，因為你嗰邊已經係開始俾我哋封鎖咗啦，而家冇飛機翻去，可能係好短時間。
所以大家應該有一個底線思維，就話呢個事統一台灣好似好遙遠，但係好可能。如果講成個大道嚟講，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唔係一般你就嘅理解。哦，要等到幾時成就晒啦，我哋一做，而係話呢樣嘢係隨時可能發生，因為係講緊個態勢，去到水到自然渠成。而家我睇到就係各方面嘅嘢都似乎係促使緊我哋要去做呢樣嘢。但係蘇州過後冇聽到，我會覺得哪怕係聽日發生都唔係奇怪嘅事。咁啊，希望我哋國家有能夠睇透呢個道，遲早都會做。何不喺而家我哋有稀土之劍在手，你嘅受到嘅損傷係最少。呢、個就我嘅個人分析啦，但係唔知啱定錯。咁希望各位讀者或者網友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支唔支持我嘅觀點？大衛 Sir 交翻俾你。嗱，其實因時制宜，頭先同大家講過㗎啦，同埋咧幾時先至係最佳行動嘅時間？當然有好多人就話喺2027年嗰陣時就會統一台灣，而家有人提話2026年啦。咁但係 anyway 幾時都好，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國家嘅領導層咧係有智慧去面對呢件事嘅。幾時應該做咧？譬如你睇藏南地區，不嬲都唔係好開聲啊，但係默默跟加民做咗好多嘢。咁對於而家彎彎嘅情況咧，其實同埋稀土嘅情況咧，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係、時間啱好噶啦，遲唔會遲，早唔會早，係嘛？係啊，呢點咧其實好期待可以快啲收翻嚟嘅，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有啲刁民啊，真係刁民嚟嘅喺彎彎嗰度。咁啊，當然唔好話大部分人啦，即係有唔少嘅人係刁民嚟嘅。你有時候你就真係要即刻去做。咁啊自然會轉向噶啦，呢個係冇問題嘅，呢個我成日都咁講。但係而家睇起上嚟個形勢咧，對我哋越嚟越有利。咁點玩法咧？尤其是西方想用武器去對付我哋，你冇稀土做你條毛咩？係咪啊，主經啊，總結下嚟交俾你。係啊，咁我就我覺得我哋有應該有個心理準備啦。當然係，亦都包括對資產嘅管理啊，對我哋一切話去台灣玩啊，或者我哋唔會覺得奇怪咯。可能某日真係我覺得翻工嘅時候逼緊地鐵，可能會都特別新聞，台灣已被封鎖啊！有咁嘅思維，就係話呢樣嘢唔好。我過去我成日覺得好遙遠，好似話講咁多年啦，又27明可明非常明。2027非明也，係有一個時間，某個時間，但唔需要講係一定2027、2026、2028，冇嘅。嗰個到咗嗰一步就自然發生。咁亦都覺得建國同志已經做得非常之好啦，把佢全世界嘅盟友已經搞到亂晒，國內嘅治安又搞亂晒，移民問題搞亂晒，同民主黨就搞到變咗世仇。以前都係叫做係大家就圍威喂夾分水，而家就已經叫做吃相難看啦。大家互相已經係叫要攞命嘅，大家唔係你死我亡。It's very good, it's good, it's beautiful。關稅 is beautiful，好美麗，好美麗嘅關稅。哇！搞到全世界覺得，妖你美國人係咁樣嘅，你就 beautiful 啦呢次。咁佢一路以嚟英國，你大家睇到啦，頭先阿大 Sir，英國自己都立亂啦。加拿大嗰啲係廢嘅，唔使理佢啊。咁仲有邊個可以夠膽趌個龜頭出嚟？嘰嘰趌趌，仲有邊個？冇啦，歐洲佬，歐洲佬做車嘅大佬，佢唔要稀土，佢做軍火噶。冇咗稀土，歐洲佬亦都活不下去。咁啊，啲日本嗰啲你強得過佢，你呃得住佢，日本仔佢亦都好能屈能伸嘅，因為佢哋受到我哋中華文化嘅影響，知道咩叫能屈能伸。佢哋知道該屈嘅時候，佢哋要屈噶。咁我哋唔屈佢幾時屈啊？韓國哇，呢個總統分分鐘亦都俾人哋懟冧埋嘅。佢哋咁撈舊，邊住得閒搞地緣政治啊？仲有邊個夠膽趌個龜頭？好，
嚟一個我就揮起個稀土之劍，剁你個龜頭。稀土嗰單嘢好過癮嘅，其實咧慢慢再同大家細細分析啦。而家國際嘅時事真係發展得太快，基本上咧每日一變，真係嘅。我自己做咁耐節目，我就睇到而家嘅情況咧，我係前所未有嘅。咁大家留意下，喺做節目5年幾時間啦，咁一路都係處經同埋各位嘉賓咧就教咗好多嘢，呢個非常之感恩，亦都睇到咧自己嘅視界咧就逐漸擴大嘅。真係感謝大家。節目最後請大家7月5號咧記得報名參加今次嘅活動，因為呢個係大衛 Sir 第一次嘅活動，亦都係柱基兄第一次嘅活動，亦都係周志榮冼師傅第一次大家咁樣參與嘅。我哋就希望俾一個專業嘅一個態度，或者一啲我哋自己個人嘅一啲淺見啦，或者洞見啦，去俾大家了解呢個世界。我就覺得喺呢幾年時間裏面都做得都合格嘅合格嘅，唔敢話做得好好，合格嘅，學到好多嘢。咁多謝大家啦，我哋7月5號見喺度。最後請大家訂閱柱基看世界同埋大衛 Sir嘅頻道，拜拜咁多位。